先来做客慢人来了，今日来同我打最久的一个来宾呢，伊做的头路哈，唔但像台湾，拍全世界做案的头路的人没几少哦。啊，伊还有一个特别的抬头哈，如果讲喺台湾第一个许多太阳博物馆做一个事情的人，伊都系书法修复师，伊系咪讲藏土啊？好，方平复先生分享。你好，你好，你好。你系咪讲藏土？啊，我来讲藏土系咪书画修复？系藏土，因为听起来很客家的感觉安尼吼。啊，头多我有同大家小姐讲做非常特别的投入。大家可能如果过好奇啊，如果想要知吼怎么走到这条路，这个工作太特别了吼。我说俺们今日有唱到天父先生，如果用带来嘅一条小物。来认识韩国嘅故事，咁我哋請人嚟處理，幫人嚟提項，今日方先生帶來以人生過重要嘅物品，一名都有，哎呦，哇，看起來都係不能說有歷史哈，不過好像跟着你很久，嘅感覺，也可以大塊，做得，這會不會很珍貴啊？其實是該研究所讀書嘅時用到厲害嘅。研究所讀到呀，用到呀，哦。這有些講嘛吼，以為係。係啊，我成呢啲咯。我睇下看一下。冇看過書畫修復師，能力工具包。哦，可是其實如果真正在工作，一聽本機韓國度，加拉工資比較好多，加拉房好多。哎呀，嘅係帶出去都不會用到誒。睇睇啊，是啊，係一包啊，臨時嘅出去長途啊，嘅時間呢，嗰時那都是最出門。哦，我接觸到安尼一條路，那個機會機緣係用嚟來，我哋先生係套美術係咪？係，還是學畫圖嘅做。佢現在需要講嘅每家技人，因為嗰下大學嘅畢業之前，台灣人有兩個學校實力，所以嗰下我不是想講大學學畫圖嘛，畫圖大體畢業後冇簽條路，嗰下就想講香港有條路做，喺度我哋因為我哋嘅畫圖嘅時間，背圖啊係只當重要，我講嘅畫圖嘅時當重要講嘅技術，所以家下學嘅些是啲講就背圖都圖為擺，背圖表背，我講背係因為我擺講係水墨嘛所以呢個紙泡泡啊，跟嘢掛起來，我欣賞嘅時間來生意擺，所以生意背圖，所以家下睇好嘅時間把圖掛學背圖，讓啲講圖為擺嘅些，讓啲講還有長圖兩嘅呢。條路，咁國家台灣人開始嘅時間冇講當講嘅，讓專門嘅學校來訓練安尼嚟講嘅專門嘅人才嘛，所以當我大學4年生嘅時候，我哋台灣人第一間學校就台南實力，講我畢業嘅係睇南大，有兩個實力嘅學校，所以我大學畢業時間就想講，每考嘅種係把圖嘅研究所。來轉到兩嘅，咁我家下讀開咪係啲講有兩嘅技術，其實平點咧是我家下學長啊，是教我背圖嚟講嘅先生，佢先係讀第1年，佢講咧其他同學，佢人介紹我，讓我去考讀第2年，所以你兩個轉過一樣嘅。變那個人都係很早期，算係第一批，安尼學校訓練出來嘅。係啊，因為我讀第2年嘛，第2年，然後所以是當行員啊，做條路啊，簽條路，實在就嗰下咪冇咁順利啦。其實嗰下啲學生啊要訓練出來，可是嗰下睇台灣冇按當人啲講圖為講冇什麼冇嘅修復所以寫名好少。所以嗰下呢幾年是當人啲講有兩個專業，有兩個人才有兩個需要。每日按多年，例如國內、韓國、國外都有跟書畫、韓國藝術品修復嘅紀錄片咪演出，如因為印度人會注意到，一個係一個非常專業嘅投入，非常需要人家投入的。唔過人哋看到按到講紀錄片，也要學唔掉學一條。唔過呢，人哋也後邊還有非常多故事，人哋底下要天天嚟過來講。唔過過來看人哋聽一項方先生帶來嘅物品，看那是係咪還係同一個藏土有關？
真的是，哎，那工具光是要学会怎么用，就要花很久时间。嘿，哎呀，个又係做乜嘅？個有咩系統嘅背圖，還有小幅，有相關嘅講嘅加拉布，還有工具，有不冇強用嘅講嘅刷了，有中國咧，有講日本咧，因為台灣當特別，文化有交流，你講是台灣自家嘅講嘅當肢體所以呢，我從喺度學習嘅時間呢，學日本咧，學日本咧，學中國咧。還有時還學講嘅美國咧，冇是個西方嘅樣嘅講嘅長途嘅講嘅技術。冇強用嘅圖，愛推手掌，愛裱框，工具又冇強用哦。冇強用。就看起來，你看凡人看起來，唔係都強用刷子哈，佢也嘅係中國嘅。背圖嘅些講嘅刷個紙嘅。那這個冇強用刷了，跟這個冇強用講嘅共用。咁咪實際嘅，就係日本嘅，就係中國咧。中國嘅就係講嘅中國中埔上海呢一邊咧，傳統嘅呢一出咧，係一種係個平頭嘅。哇！真嘅係一個工具都係一個學問咧。係啊。咁人家下睇學教學係唔係讀研究所？咁係2年，還係研究所讀4年。4年。4年。所以太後些就開始學背圖嘛，學3年。所以遇到個說咧係中國式嘅嗰種係喺台學些仲好厲害，喺日本咧係喺研究所嘅些佢就仲好厲害。你是一學就有興趣嗎？就是給興趣係對哪類嘅？就是他給你樂趣。冇啊。日本有興趣冇咁錯，有興趣學嘅也冇咁錯，不過學嘅些當艱苦。因為我哋學嘅些，因為從我哋擺係講嘅藝術太好嘅學生嘅嘛，種畫圖啊，當持久，前菜呢用班嘅嘛嚇。先生就是講一啲我哋冇田嚟談嘅，當持久嘅咧。學圖嘅長圖嘅些是冇用嘅，因為你嘅長圖，你係當前線。你係要對個目標嘅啦，要去通長嘅時間啦，而係個指導背一條毛，個線尾啊，一條來去驗出來。冇是啲垃圾啊，條嘅垃圾啊，你是一隻空，一隻去通幾樣嘅拿走。可是呢，你做呢個條路嘅時間，你做唔得破壞日本嘅本物，所以佢係當前線。所以日本前3年其實做當艱苦。當艱苦。咩事有想過我係咪要多做去創作，係咪？冇強人。咁唔過唔看唔後來唔去到非常多地方咧，你先睇台灣，係咪有去香港？去上海，過去到大英博物館。哇，侬有辦法去到大英博物館？冇嘅未得機會，未得機會，因為啲台灣修復咧開始發展嘅時間，其實比外國嚟講還慢嘛，因為外國大體是1950年嘅時候就開始發展咧，我哋台灣係差唔多2000年嘅時間開始正式有兩個學校設立，差唔多是差50年。哇！所以呢，破過外國嚟講嘅博物館，兩個國家制度，還有兩件事去發展咧好完全。所以講我哋雖然畢業，有兩個專業學習，還有冇是講到台北嚟講嘅故宮地盤做條路，可是呢個海景上我不會看。現場看，因為先生講當好啊，用外國用班嘅啦，因為我哋呢種唔單純是講係土長嗰個技術件，還有當到觀念，還有呢種係用班嘅當嘅交流，用班講好一隻東西，所以技術是一隻點基本嘅要求點，還有當到其他嘅經驗，還有講嘅文化學習，所以家下要機會外國嘅些，其實大家攏嘅時候外國學很好多。所以家下都好少有嘅機會機人，要做啲去外國做條路，變到慢慢咧，現在是越來機會國外機會越來越多，還是我哋有時會經營外國參加咁嘅修復嘅咁嘅會議啊，發表啊，同大家交流，所以人慢慢會越來越多兩人國外交流嘅經驗。剛才沒做得講，因為講一個是頭前上面。有點掙扎嘛，因為本來想要創作嘅人，而去找人咧發，當然都會非常細緻、很細心咧去做，他沒有什麼創作空間。創作空間太啲冇做唔得，因為我哋講圖嘅時間咧，要再做，按我哋廣義來講，很多真實性。
佢都係點從來咁嘅焦點因為跟原本長途嘅些唔係通機夠快。佢雖然要難睇，要買維修要咁嘅缺損，可是你未通機夠快過，你係長機，所以呢，原本藝術家佢畫出嘅些原本嘅佢表達嘅想法係點重要嘅，所以我哋長途嘅些我做咩講，我即刻呢邊我做了，我唔做咧風色從佢冇佢，我唔拿風啊，佢都話風啲啦，我呢邊樹啊，小一啲枝巴，我就我即刻都接一筆做唔得，呢係從無規範，我哋講嘅修復嘅講嘅專業做唔得所以方法都冇用。咁應該就是嘅技術改好咯，那個機會呢，一直有一個新嘅機會，新嘅冇同樣嘅挑戰，原本你可以做好，有韓國度嘅挑戰，天天你可能都會發現到，其實做得好。有時候就可以喜歡這件事。係冇咁錯。不是先喜歡。我當同意。天天嚟你先要喜歡，要練好呢種嘅技術嘛嚇，個人要做得好，你是不是都就放棄？咁就為就在做，向我跳入去做呢種嘅條路，冇錯，天天嚟好，家人嚟聊一下，等下呢，如果個多種去看。先生本來係想去創作嘅，家我來看一道以創作嘅東西，你先試下查。土有關嘅文化東西可以查，人在前見，跟住材料全部準備好咧，人就通嗰張圖。所以這張圖睇睇啊，同我哋了解講冇3張嘢到5年，冇10年，其實講唔今日來做了嘅係書法修復師方天富先生，多先生又同我哋紹介伊嘅工具，看起來就你看到啲也經人係非常重視伊嘅工作嘅，伊嘅工具唔係新嘅哦，我們剛剛看到完全嗰種係新我拿出來賣嘅，唔係如係天然，可能市面有哦。有。超過10年有。唔過如果佢好奇啊，因為先生一開始係讀美術系，萬世歸校畫圖嘅，咁當然人如果請伊講，咁有做乜嘅創作，人哋想去看一下，有人看起來斯文，有一點奇妙嘅情節咯，嗬，一個係畫嘅魔術方塊，用水墨畫，太好家係畫主要係專攻水墨畫。我哋做到無聊嘅時間，那就講，因為我生活周遭假使有讀美術系嘅人，做啲講全部係讀西畫嘅，唔通會對水墨有興趣呢？呢啲也是好嘅。係啊。特別高中嘅時間讀緊嘅美術班開始嘛，把當多種冇強用嘅，把到每日睇好一些就持有，特種因為體驗，特種。跟住我全部係上活動嚟上啊，但係上到第每些，即個係嘅3年生嘅些，所以即個係讀去做，咁下就是當到讀起來是把水墨咁嘅咧。喺乜嘅時間做嘅作品？你睇3年生嘅時間。係哦，你會上到譬如魔術方塊畫嘅，這個真的可以玩嗎？做得搞。你自己唔夠嘅，所以你對面膜一個完整的面。你有6張面，你原本咧是3格是一張圖，但係還有6張，所以你是做得按緊張。嗰種可以用每個面都是一張圖。6張面6張圖，唔過我哋讀講久咯，咩唔記得。原本那邊係可能我啲魔術方塊。所以全部做按緊張，那邊教嘅全部做轉，所以把通呢啲圖做嗰條轉咧。你看他如果有按你嘅創意呢，想去發起，這個你可以開發呢，開發成商品，如果有按你嘅想法嗎？特別畫圖嘅時間呢，因為社長講嘛，當上年學呢一種嘅講嘅畫水墨呢種嘅呢一行嘛嚇，所以我家下原本就想講，其實原本中國傳統嘅文化地方是當到呢一種嘅畫水墨呢一種嘅圖嘛，我這個是好，按年嚟講嘅看起來嘅東西啊，這個好。可是呢咁個，我哋先發到呢個時代，我哋我這個不想從兩個圖嚟個下1班人、下5班人，冇有乜嘅可能。
所以家下上些台天是讲我哋事體咧冇乜嘅新嘅意思咧嗬。咁講啊，家嘅啱是想講，唔會啊，應該喺當到機會啊，所以家下是咧講嘅上空上客啦，所以上啲乜嘅要效做啲冇強嘅東西啊，所以把一些我哋發出一些是，我這個分兩種，一種是傳統嘅，因為我學習傳統嘅，講嘅發出嘅講嘅技術啊，很嘅意思樣辦嘅，喺一邊呢就學咧時間我是不去做新嘅。完全從呢這個咧現代人咧，像水墨兩嘅，模式像圖案嘅方式來畫圖，所以一種咧是傳統嘅，一種咧是比較新式。還有那位的看起來非常泰嘅作品，哦，哇，也個係乜個時期，咩太好哈？哦，你是應該畢業嘅時節畫圖嘅，畢業時節。畢業嘅時節，畢業製作，你的畢製，哇！我們一定要來看一下老師嘅。家下畢製，我哋原本傳統水墨就卷軸冊3種嘛，一是冊頁。這要怎麼開我的？上印法冊頁，好，你喺源頭，好，佢當我鉗落去，應該當我嘅花本嘅鉗啊，佢都要真靚得嘴。係唔可以呢？嘿，一個黑白咩唔做呀？做得到米哈。哦，太好嘅時節就會做哪些東西啊？這個是你們也要修的嗎？是繪圖嘅些用的哈。哦，繪圖繪圖沒有好。繪圖，但是塗水墨畫。水墨畫，專業是畫圖是水墨畫。哦，繪圖是另外嗰一些。好精緻哦！大可能我看對那塊對呀，好精緻。你要咩太好？太好。你的東西看起來都好新哦，很會保。看到第一種你看老師吧，會不會覺得沒有走創作很可惜啊？也係太好時間發嘅。我哋等下過來透過詳細啊，家下你係接觸到繪圖，後來有一個機會就係要去學韓國詳細韓國專門嘅技術，咁有乜嘅印象當中？那個修復過程，係非常困難，非常有挑戰，還係感覺非常特別的。其實要當到圖長起來呢，不係當困難，有時啊係背隻框，冇係背隻色，梗係簽字，冇係簽隻色，還是睇啲字寫咗咧，可是呢。從一睇好像從一畫圖越嚟越厲害白馬嘅色是白馬色，白馬線是白馬線。咁個長圖嘅些是冇用嘅，因為長圖嘅些你要去找原本嘅圖片、原本嘅圖，找人去畫，咁明即個想用辦法是用辦法。等困難嘅為所寫，你要用辦法去啲，你要去睇，你要看一張圖，你要想咧原本嘅藝術家係用辦法想嘅，佢用辦法用啲材料，佢用辦法用啲顏色。你通知家挑戰到該種嘅想法，該種嘅意思，你讓做，你讓為好順，同佢當中之講出來，當畫出來。因為對一般人，假使唔會畫圖嘅人，就會想到過簡單嘛。如果唔識想到咁樣，可能也係過難，因為人太研究嘅，連唔識嗰個咁樣嘅，如果難，不過還有技術呢，畫嘅技術，好像只有一筆，那個也是，給嘢創作者的那一筆，如何是一模一樣的？所以我哋會講，我哋講圖嘅原則是講，我哋從要講好嘅，我哋補嘅東西，不你看呢種圖嘅時節，唔會看到我哋補嘅，你只會看到原本嘅藝術家，見原本上嘅大好嘅，見原本嘅圖，見原本嘅意思。咁唔見啱明起來一定難呢，都見長過一定難呢，係乜嘅呀？當然嘅嘛，其實當到現代圖，還有舊嘅圖咪當然。有時有幾種圖，個字個附體你嚟寫嘅，你嚟用水，我哋個繪圖講圖些睇啲水嘛一種寫，你讓做同個字按一層不可能嘛。佢有啲字當落，冇是當山，個字呢會當面。有時嚟你冇。你想想佢原本一張紙在拿起來，可是到寫嘅時間啦，非常難樣嘅。你要用機，還用嘢嚟夾去夾機，嗰種就是結晶。剛講你哋有係科學家呢，就係你哋其實顏料，紙質，一定能夠了解呢，原本
讲诶研究所诶讲诶那种诶讲诶课底本是有包，就是有包有了种诶讲诶基本诶讲诶课程5年学。哦，不过你看像能做几道实验可以做啊，不过你真嘅下去，几条图如係动辄几百几千万吼，嘿，压力山大呢吼。但是所以我哋透露看来當簡單，唔過你講心頭嘅夾啲咯，正經常講嘅動態。其实冇看起来个简单哦，可是那个哇，你会长的东西，还按贵的东西呢。因为你準備長白東西嘛，因為你係喺度長嘅，所以你通過長白睇第一點，第二點是講我哋當到原則嚟遵守。第三點呢，呢種嘅東西你長白快睇嚟，幾時快睇嚟？所以我哋做透露嘅時間，講嘅夾啲動態，做唔得全部做盡量，冇是全部冇有任何嘅講嘅唔錯嘅事情發生。迄邊尤其係嗰種比較中式的，那種水墨很難補救，可能油花有得好，所以唔係講特件作品，冇是特隻我會講特種圖會講有些攏當困難嗰是講嗰困難是講有得係材料困難，有得係講嗰講嘅你係通嘅慢通日本藝術家係講嘅意圖啊，畫圖嘅意思呢。做得冇損害佢，日本就個比本大家比較困難多。第三種應該係上種，我講我們是對到厲害，10年、20年、100年，會不會你會看到你講的好唔好？是從我哋厲害看到別人做嘅事情強嘅，所以我講入邊頭每次講厲害，我教本嘢些，看來這樣做咧，還有10年、20年、100年以後，還會好好。哇，姑說你的工作其實這些時間軸是非常長的，都係我想到頭擺係樣呢，唔過愛未來能看起來還係好嘅呢。哇，這是千秋萬世的工作哎！哇，姑說因為你要想很仔細的那個困難，真的是無法下筆吧？好，有啊，所以當初有些嘅想，我哋圖那張先唔係講白睇，那兩個當下張係實際，可是我哋頭擺，我都係講嘅頭路啲擺，嚟翕相，嚟做記錄，還有到東西有困難嘅，講嘅藝術講嘅文化嘅冇圖有關嘅文化嘅東西又差，你人做前景，跟住材料。全部準備好咧，然後就通過張圖，所以這張圖睇睇啊，到我哋了解講啊，冇3張嘢到半年，冇10年，其實講唔好。不過大部分一半嘅時間啊，全部做嗰啲挑選準備嘅嗰種嘅頭。因為真嘅下去嘅，係下嘅這是做唔得，又唔錯。當然咧，分享啊，我感覺講人家嘅頭路很矛盾，就會能開也非常多的基因，可是像我們每次看到新聞，馬給突發本人賬號，你看不到修復師的名字，他也不會告訴你修了哪裡，能夠對這個空起來，唔錯，不過能是喺做案中有嘅工作，又不能鞠躬想起來批比他一條路，咁等一下你眼會唱創先生等眼去。以感覺人生生活當中佢重要嘅一個位數，等下都底喺哪嘅？好，先試下查。你講嗰啲啊，講緊咪當見笑，你講到攞圖啊，其實呢就對客家文化嘅種嘅見笑咯，到啲啊學校有機會做靚嘅事情。我哋跳擺圖嘅女班國小，我跳擺寫是先圖那邊啊，初八四那邊，佢跳擺圖那邊讀書呢，咧當詞語當方言。初八四哦。係啊，初八四落來，初八四落來，佢係做初八四，冇是初火叉，因為你火叉站是喺春跳嘛，所以呢初八四啊，初火叉攏做得東方片。先生還記得講。你以前呢班級係哪件嘛？其實唔對改變下呢邊跳嘅是兩邊聽，因為跳擺啲係是學校寫嘛，所以呢我是記得唔改變是兩邊。我是從咧
树洞江，像咧拔了树咧。其实细时节是维持到看到了拔土哦，拔些是维持到洞河，安尼洞喷起安尼。所以细些是会见看到枝啊，看到笔啦，看到色啦，是会上会拿去了安尼来拔。其实嗰係太好嘅時節，先學白土，學白土你開始咧，人哋講哦，其實土會快，嗰人哋講開始咧，啲講哦，原本還有長土咧，得跳，做得咧學習班。嗰下到推班嗰下原本推班基本是冇呢一種嘅長東西，我是恢復啲嘅專業嘅學教最土嘛。所以到好就係嗰2000年，1999年到2000年嗰下政府。就同其他校長啊，開始除咗上港推班應該係要人嘅專業，所以呢，就喺台南啊，喺嗰個台南藝術大學開始實力，按呢研究所咧幫學生來讀，所以嗰陣朝係當現人大學畢業，就可以讀喺田園兩個專科啊。特別讀大學嘅時節。嗰係講客啊，因為特別校長已經講客嘛，所以第就係冇人講客，第是講咧，嗰係咪唔啲，就是嗰條嘅私底下講咧咪減少，嗰係會從一班嗰咪有時從來我老太啊，所以特別從來都聊，所以冇被村長說話啦。我哋是當時陣是講客嘛，嗰係會講幾多講嚟講客，嗰條嗰係會去遲到，按呢啲環境用，我電腦我即刻會遲到，有啲好減少，有嘛所以我就嗰係未好後生唔啲，到點會些很。啲講行呢一反正咯，越來越上癮有講客，所以我慢慢到呢下就知道講，應該行嚟講客，來用客話來本同大家交流講話嘅。我係范天富，係台灣嘅社會，因為有希望被學過，有希望被行過，到呢下呢後台時間呢，我上到即個不卡，我上到即個兩個細順落。會遲到呢，啲人對自家呢種嘅猥瑣咧，對自家很有衝突，所以我係想應該用自家學到嘅東西嚟保護、嚟恢復喺度客家人講嘅話，客家人有嘅文化。有到方天富先生帶大家去到國小，伊嘅母校，女灣國小啊。其實我哋今日聽方先生客家講都很好。你講很嚴峻來哦，有人相信嗎？你講到鬼話，就覺得冇冇學過，但是其實有係咪？有，因為係咪他也讀書嘅都冇機會講嘅。係啊，後來高中間有大學就特別讀書嘅時候是好少講。所以前幾當到原本係客個，遇到我前幾我唔有講，見埋轉移到不靠，我爸爸我老太都咪講，行業幾多咧？你行業麼咯？你會唔有講？係哈，按鹽條哦，因為唔通有人係講到喜好啊，唔過也很多人唔過種也對客家這個係行業，而講行也嘅事情越來越有那個意識，啲原因係乜嘅？研究呢，我知道講是而家係研究變化太啲啦咧，好啲有乜嘢嚟做嘢啊？現在是講你咪學了少數，因為你長途哦，真係講技術咪更重要嘅嘛。你係有自家地講呢啲你社會嘅文化係用翻嘅，所以呢文化你本下可以學些是我哋有些是台灣，都你做嘅多一些你這個地講。係轉到自家嘅屋卡，做到自家嘅講嘅做工做破呢種嘅嚇，自家係行緊呢條路，所以咁講一啲啊，講得咪當見笑啊嚇，喺度長到攞土啊，其實呢就對客家文化呢種嘅貢獻啊，到底係好少有機會做得做靚嘅事情。咁我呢喺度盡量係做得做嘅時間呢，喺盡量去做。也因為人哋都有機會連結到，就係咁樣有機會邀請到方先生，因為假使唔嘅專業，佢樣做過好啊，唔過唔冇本人提供唔係行業一件事情，其實人哋都可能唔會讀到，冇機會認識到韓國多，韓國人哋更加看到嘅也有冇佢樣嘅。一條字眼嚟對下來講吼，因為可以先從這個開始講，好冇？好。一個意義係乜嘅？為什麼你會想要帶俾人嚟分享？呢種嘅運動嘅，咁啲我爸同我講呢種嘅係個運動，巴草，巴草，按照歸語喺度講，
通草纸。哦，能讲化草。化草還有一種係乜嘅木桶哦，係有幾種嘅講法啦。講啲嘅化草呢種嘅講法，佢啲特別清朝嘅時節咯，喺農業時代以前咯，新竹還有講嘅花蓮啊，呢邊東都呢種嘅講嘅樹啊，哦，金梅子哦，見到通草紙，本有攞通草紙，不過金梅子，佢像嗰通草嗰種嘅樹芯，樹芯佢造這些哦。來切節，然後切節過來用安破，刀啊，從台底刀安尼破到破個像紙安尼，就一個，係是個隻設計。哦，伊都係植物本身，通草芯本身，它並沒有做什麼處理。對，其實熟體製作變咗紙。我寫些很有用嘅哦，因為寫些東都嗰種嘅賀年卡啊，基本淡薄會特別重。我當學嘅，因為佢擺些哦，當特殊去擺些哦，佢水啊下擺些佢撲起來。佢顏料啊，是吧？金光，當幾片。我覺得可能都係用烤法。有啲上癮用嘅種嘅紙咧。不過呢下呢件嘅用癮開始去新竹用癮。個經驗本部開始要做呢種嘅紙嘅嚇，如果係重新來開店啊，過來同大家已經介紹呢一種嘅紙。而家就會開始會有人注意到，安尼嘅頭擺做幾好嘅東西，可能本人眼能獲係幾久嘅，有人會驗到咗來安尼，一片一嘅按。貼牌的字，它也很有來歷哈。呢種嘅味通常佢是因為都長土哦，弄嗰種中國的紙，冇是日本的紙。佢下要當好用啊。咁個從對文化呢邊啊，實際上講，佢下都好要先生啊，要講嘅先生去研究啊，研究做一種用嘅網里嘅入邊啊。用網里，因為睇他當然網里當多嘛，網里從哪裡學咧？嗰時候不是條體嘛，條體咪少分佈嘅問題，係當然叫做做配啊，做其他嘅用。開始佢教學是去到香港講，嗰做嗰時候啊，那你持續環在做紙麼？嗰時開發能研究要做從兩種，一種是嘅工業用嘅，梗係種紙張啊，嗰種嘅做一種。咁過去發現講呢一種嘅梗係網里嘅時候啊，嘅纖維要當好，所以其實可以開發做從呢一種嘅書法，所以把圖為紙。所以特別嘅當有咩嘅藝術家張大千是用呢一種嘅紙，所以其實特別講呢一種嘅菠蘿旋。哇！嗰啲片呢，就係老師更加咩很致力於推廣。也有同嘅經驗有關嘅也都有文化吼，人講唔係自家成立嘅工作室，就係自由接案，安尼吼，也個係用嚟考量啊。嗰下是原本是外國做鐵路轉來時間嗰下是想自家做乜嘅事情嘛就就是博物館做鐵路過去不影響嘛還有就是想講其實嗰下台灣是好少有人嘅師傅嘅這樣嘅專業還有兩個服務對。兩個一般的民間，所以嗰下是原本是想，冇內冇去博物館做條路，冇說自家來開店啊，用同呢一種嘅技術，跟住同呢一種嘅通經介紹，至於張圖嘛，自家做啲有條路學做，平張呢就已經一擺是一張銀行嘅接觸以後就中意推廣呢一種嘅保護文化保護嘅班嘅呢。剛人家接到我呢係那個案量是多的嘛？像我哋都我後年如果過好去，我有幾多是有張嘅圖哈？其實呢台灣呢下正常來講很多，原本因為呢下原本係因為好少人地講有長圖，所以前幾年嘅時間我都可以講嘅公司嘅時間確實講嘅玩得又好少啲啦不過呢因為嗰下博物館未啲，有啲因為是不是本地路嗰啲嘛我上嗰啲嗰下當後生未有發展嘛所以呢沒有先生冇博物館，沒有而家係叫私人。聽家是講，我哋學啲種專業，佢哋我想講，而且細佬做嘅嘅，佢未資助我們成長嘅，所以呢下慢慢是越來越多人地咧，所以變咗我哋玩得很做得。可能以前冇按到，咩係因為大家唔知，嗌一個可以漲，我去那漲，
今仔常因为因有口碑出来，吼，大家第二千万年。如果想讲，刚才也个可能可以涨哦，刚才有第二千万年。哦，就其实係有一個需求嘅，有啲需求。哦，所以頭版沒冇需求，係冇發現。冇發現，年底起碼咋漲。所以我哋呢下就是台灣人一下沒用外國咧。我咪做啲，冇成日都去外國做條路。同外國講路。好，家到下一段最後一段，我哋都會講下來說，對方先生來講有特別意義嘅料理。香港非常特別係我哋節目第一擺出現嘅，我哋等下錄啲係乜嘅嘢，試下茶。手機啊，我通過建昌那個打球啊，經常會出去打球啊。我現在也是動掙扎啊，後來慢慢是啲講一做條路線啦，我開始本自家好點錢。先來做客，歡迎來了。今日來做了嘅係書法修復師方天富先生。到一個部分呢，如果講下來是好食嘅行，我哋來看下是方先生以帶來乜嘅對有特別意義嘅料理，我哋請處理木本，我哋很期待哦。嘿，我看到一個金針花。真嘅係我哋節目第一擺出現嘅呢。其實我萬歲睇頻道，我媽有機會食一個，可是這在你們是很常見的嗎？世界是親戚的行呢，有時嚟做嘅。但是講，我哋條擺些係咪拖起來？係哦。用金針花同嗰啲肉啊，還有嗰啲芹菜啊，還有竹筍啊、肉絲啊、香菇啊，拖一節，基本上拖起來。所以我細時節是食到那種嘅湯啊、凍醬，因為啲嗰啲提提嘅嗰種嘅香煙嘅嗰啲菜啊，咩碗咧是主動叫，攏食落都唔好看。嗰下你們嗰下大家我都學大家啲嘛，我阿叔啊，學中國嘅大強啊，所以嗰下有時常同叔伯兄弟，我把嗰邊叔伯兄弟啊，過年過節嘅時候會輪流請。所以攏會要夾咗個窮下，所以我媽媽食，我食佢時候，我媽媽攏喺過年過節嘅時候，輪流請些幾種會煮菜，煮一些我是會聽人的拖咧只。剛剛晚上係用哪些聲音呢？小時候你是很那種內向、愛畫畫，還是很皮的小孩。我當皮哦。呀哈係講準，係哦，嗰係我聲音咧。我就到高中開始就冇人後，因為細時時候，啲嘢是我就係內班咯，跟散讀啊，我不看每當有錢啊，攏係講嘅沒有負債嘛是大概向跟內班嗰邊上，我就開始當自由，我爸我妹記得沒冇讀乜嘅書嘛。佢係其實講，你是好好摸做牌，好好睇人，好好讀心跳啊，學強來咁子做的咧，冇乜嘅要求。所以我就寫些好唔啲乜嘅事情啊，是為即刻是為喺邊度學喜歡嘅。香港人哋好多無聊嘅時間，方面上講到一個很鬼奇妙嘅東西，就係同天傳業有關。天傳業係唔辦事就啲啊。講一下一個故事，韓屯也條路牽得起那個來歷天傳業嗰時係未係好大時節咯，其實是寫些嘛，東西都好些大女班嘛，行業啊寫些是公園些，經過公園些，經常喺吧，還有我媽媽講，路頭擺黑行業啊，很好然後我聊到天窗一定係做條路，你冇從呢下初5、初6你在上班的嘛，佢有時呢已經在聊，有的已經在聊到15哦，有時呢有幾年啊，我爸爸聊到15哦，佢東方兒哦，可是幾間年哦，全部係玉推車啊，去環島啊呢聊啊，佢在聊到15嘛但係呢後來我爸經講要聊到天窗業啊，其實我唔記嘅，我從呢度呢下面冇特別要聊到天窗業因為上喺家開公司做條架，我咪上喺公司嘅變到天窗業，下擺應該會記得。有時經驗是講，有乜嘢係天窗業呢？因為我哋行業都咪白天工嘛，天窗業係白天工，嗰下就白街度女娃。後來讀小福嘅時人啲講，
因为我哋讀書一些讀到歷史還有文化的東西嘛，我即刻就會想，喲，佢第一隻世界上第一隻長土嘅人、長本部嘅人係馬莎，想，呢度牛啊咩，啲莆田啊，呀，嗰邊放喺通喺巴講，啲白人行人又唔拜，天窗又唔拜，就是講天然的啦，行人咪要個天板啊，用大家會拿天板去補天，所以剛才天窗也是白天板，因為該補天那種嘅，所以我哋想講，cái thông này做theo đủ chứ cho rất hấp dẫn rồi, để hôm nay hàng yên yêu hay chẳng thu rồi, có chuyện đó,ต้อง自然。没想象的到呢，可能不会想到，可能想说我调板，不会想到修补呀件事情。哎，拄好有多人给投入加倍起来，同时连接了各重嘅历史，贵嘅客家嘅历史，就会感觉讲。難怪我後來我因來有個意識想要做同客家文化有關的，因為你嘅頭路其實要講同客家文化有關，其實冇乜關係。你要說沒有關係，其實沒有關係。冇錯。唔過如果也怪溫明咯，就你話同人哋沒有共用，沒有講呢一群修復師成立一個協會，名嘅都係女娃係咪？咁人家這個可以工作室，佢跟亞北其實也一多年嘞，人家用來觀察一個修復這個產業，就比如講一個需要投入的人力也得，還係我睇的哈，好像現在大概係差唔多的那種。呢下同財體20年前比，然後政府就好重視呢件事情，所以呢，佢政府睇為錢咯，還有台灣國旗兩人都講嘅東西啊，佢睇為自然咯，越嚟越多。還是講，嚟漢做得咯，喺東岸同嗰啲做專業咧，從呢邊來看嚟做得很好多自然，冇是東唔係除了政府以外，一般民間嘅人士，嚟對自家嘅文化，對自家嘅文物，嚟要重視，基本做得挑入到呢一種嘅，呢個長文物呢個地步來。然後都看到所謂嘅東西，總括就係。非常強力，很有秩序啊！剛才工作嘅時間，很有那個個性啊。你係幾學嘅哈？冇啊，嗰是嚴當橋啊！即係咩講研究所讀書嘅時間嘛，前3年當辛苦啊，因為讀嘅當持久當氣味嗰種嘅氣啊，轉到呢一種嘅，我係除咗講，常還是講喺同學去下晝3點半啊，因為我哋嘅英語咧。咁嘅工作室嘛，開咧，對個榻榻米淡薄長鋪。因為特別讀書嘅時是東羅大橋啊、東山市啊、馬斯坦中附近。係啊，讀書嘅時間係嘅。咁啊，我對個研究所嘅時間開咧，然後看個玻璃個充滿毛病啊，咁熱條當河，個手機啊，我個同學經常那個大橋啊，經常會出去打球啊，我現在是當掙扎啊，後來慢慢是啲講一做睇路線啦，我開始本自家好點錢，還是講入了我就有啲東西哦，來摸農活是會摸牆啦，摸是會用唔出東西，是開始本自家好有秩序感嚟嘅啦。你這個算係適應力規劃嘅吼，就係唔會。感覺係我想要做一件事情，我如果想辦法提做好來，好係安尼嘅。係啊，冇錯。嗰時以前打球嘅可能要打起嗬，嗰時同學都有唔打球嘅。嚇，唔過唔記得人見我做文物修復嘅時間，我都愛提做好來。家下而家意思，因為家下打球嘅時候，即係家下學生上興趣啊，好點錢，因為。今日打球係我自己嘅時間，我自己當班去打球啊。頭先我哋時間，我哋嚟開一啲長鋪，啊時間係6本兩張鋪，6本漂泊嚟面。我就講，今日突然嘅時間上我講，我嘅時間做得變到另一種，唔係是我自己意義，喺我時間嘅意義啊，唔係是本我自己。嗰時候唐一倫走一個條路，還係會有心頭吼。還是很有興趣，還是很有熱情嘅。那熱情都沒有消失過。有時會。不過，我未想當藝人啊。我嘅時間係用哪些時？我該有時嘅時是講，以前係土東南講，很平常是講，
社會嘛佢遇到佢拄到冇橋來人啊，冇橋來事情啊，冇不之間幫佢啲啦。咁個提起是我同佢不一樣啊，還有我哋嘅好好嘅朋友啊，長途嘅，大水鼓講啊，心情就好咧。所以應該是意思是講盡量不之間看到好嘅，還有這個白是不去過去，因為好嘅不比白很好多，所以我哋會條路係長途，因為東西白天嘛。我哋會想長途，也我同我朋友講，我哋看我哋個公司嘅時間，長途唔係是將東西停，佢連接嘅唔係是白天嘅東西，唔係白天嘅兩家，含在用長途重新連接人、連接文化、連接社會。我係想講，我嚟做呢種嘅事情，我唔當關係。唐希羅係一個可以做鬼神人呢，也未好，你有這樣覺得嗎？做得啦，做得。咁講緊夢想我做緊叫啦，即係做緊已經想退休咧。哎呦，退休做乜嘅？嗰陣去巴圖，我係因為嚟巴圖人學修復。咁個做到當關係。嗰種巴圖嘅心態係，中央還是想要創作誒。因為我本日開始讀書，大學畢業時間買咗同5年嘛。家下會啲講睇啲法度嘅乜嘅原班人嘅意思，咁個家下會除到講即家當到材料，還有人生嘅理念唔難多啊，所以家下上我講，而且係即家做書嘛所以家下上講你長途當我咧學啲專業，未當現人啲，因為要做啲專業。我除咗講道理係啱人生咯，我除咗當翻譯啊，當多人，我除咗做咧對我自家行牌行係嗰法度，解呢一件事情來講，我除咗應該當要幫助。嗰其他哦，就係頭都看到先生嘅話，會感覺假使唔見嗰個創作，聽說會冇咁樣。今日非常感謝葉武先生同人哋打招呼，而且學習很多。還有帶雷亞嘅，然後是咧，我記得什麼？你是把負責嘅哦，都唔咁現實都係係講法會錯，應該會係嘅，但是我沒有打擊。